电费开24点钟，社区公用的电费是真惊人。若搁加上热天开冷气，迄纳电费钱是纳甲哀哀叫。新北市政府环保局来成立着节电的诊所，每一年统啊来帮忙省4844万度的电哦。省电医师到社区的停车场帮忙诊断，看卖到底还有啥物当省电。 目前一氧化碳的浓度只是5 ppm 左右。提出仪器来测量车排放的废气造成的一氧化碳的浓度。原本是北市这个社区24点钟拢开一台抽风机，敢若是一台用电的量，就是1500支 LED 电火管。等于说，这整个楼层的灯管的用电，刚好就是这台设备的用电，所以这个设备的运转时间的管理相当的重要。 抽风机该一天开3摆，嘛甲照明换 LED 灯，会当省落来电力真可观。啊，佮有公共的空间的冷气温度，嘛设定伫26到27度左右，因为冷气调悬1度，用电量就会当省6%到10%。门的部分我们都有管控。 没有做管制的部分，它冷气也非常容易流掉，那电费的部分也会造成非常多的一个流失。经过体检了后，这社区5月公共电费比去年减差不多7万块左右，等于是讲省20%的电费。新北市政府推出的省电医师，靠因的专业到每一个社区、学校、机关去找出浪费电力的原因。